快簡算式3x 2次 y 2次括弧3次除以 9x 5次 y 2次。根據呢個指數定律，括弧外面嘅指數咧可以同括弧裡面嘅指數相乘。而第一個數3咧，佢嘅指數雖然冇寫到，不過咧我哋知道其實佢嘅指數會係1。換句話講，我哋首先就會寫成3嘅1乘3次乘 x 嘅2乘3次再乘 y 嘅2乘3次除以9乘 x 5次乘 y 2次。好啦，現在我哋就可以將上面嗰啲指數乘咗佢先，咁佢就會寫成係等於3嘅3次乘 x 嘅2乘3就係6，所以 x 6次，再乘 y 嘅2乘3次即係6次，除以9乘 x 5次乘 y 2次。好，然之後我哋可以分做3個數相乘。第一個數咧就係3嘅3次除以9，咁我哋就可以寫成係27。3嘅3次27，所以變咗係27除以9乘。第二個數咧就變咗 x 嘅6次除以 x 5次再乘 y 嘅6次除以 y 嘅2次，等於27除以9就係3，變咗3乘。好啦，現在呢個 x 6次除以 x 5次，根據指數定律，我哋可以將佢睇成就係 x 嘅6減5次再乘。最後尾一樣啦，根據指數定律，因為底數都係 y， 相除嘅時候佢哋指數可以相減，變咗係 y 嘅6減2次。而我哋得到最後尾嘅答案就係3乘翻 x 嘅1次方，6減5次1次方 ，y 嘅6減2次即係變咗係 y 嘅4次。所以最後尾我得到嘅答案就係3x 1次 y 4次。